呢度係珠海圓明新苑，係一個旅遊景點。上次阿黃子超有冇嚟啊？冇嚟係嘛？真正嘅圓明園咧，就喺呢個北京呢個海淀區，喺呢個北京市嘅郊外海淀區，亦都係大學區嘅附近。因為喺1860年英法聯軍第二次鴉片戰爭，就係將呢個圓明園摧毀，亦都係火燒咗3日3夜，將圓明園徹底摧毀，搶劫咗2日，48小時搬得走就搬，搬唔走就打爛佢。咁搬走晒呢個財物之後咧，就放火燒咗3日，咁先熄。火燒圓明園咧係一個中國呢個歷史嘅一個恥辱，因為清朝腐敗喺當時鴉片戰爭咧就係開始咧就係俾列強入侵任人魚肉。咁當年呢個圓明園咧就係由清朝個康熙皇帝清初嗰時就起嚟送俾四太子，四太子咧就係後來個雍正皇帝啦。由於呢個係圓明園咧，仲有另外2座嘅一個長春苑一個即係另外咧一共有3座嘅。呢個圓明園咧就係佢哋愛嚟做一個嗰啲皇帝喺嗰度避暑就係同埋喺度辦公。另外咧就喺3間呢個3座園林裏邊擺滿咗呢個奇珍異寶啦。由於火燒圓明園之後已經係頹垣敗瓦，但係仲有一個叫做即係嗰啲圍牆嗰啲石頭嗰啲叫做太湖石都係好名貴嘅。所以後來咧到八國聯軍之後，即係幾十年之後啦，40年之後，亦都有啲中國嘅推翻咗清朝嗰陣時嗰啲軍閥亦都係將嗰啲石頭圍牆拆走，攞嚟做第二樣嘢嘅。所以咧頹垣敗瓦嘅圓明園咧真係慘不忍睹。因為火燒圓明園嗰時係屬於1860年鴉片戰爭第2次英法聯軍當時清朝係無力抵擋，因為佢哋又要應付太平天國內亂，因此咧就係逼得咧就係鴉片戰爭第2次就要提出談判。談判期間咧就係清廷咧就唔接受英法嘅苛刻嘅條件，將佢哋嗰個傾談呢個即係條件嘅使節團39人將佢困咗拘捕咗令到英法聯軍個將領好嬲，要火燒呢個圓明園嚟泄憤破壞。圓明園入邊咧，所有嘅珍藏大家都知道係由啲外國人嘅嗰個園林設計亦都有個噴水池12生肖亦都係好有名嘅。即係嗰啲咩龍首馬首
咁啊喺個噴水出嚟嗰啲咧，後來咧就係俾人哋喺外國，即係話因為當時啊英國聯軍啊，就係將佢哋帶走翻去歐洲。咁啊，法國博物館啊、大英博物館啊，都好多呢個圓明園嘅嗰啲叫做珍寶啊，因為佢哋帶走就帶嗰啲咁綠寶石啊，嗰啲紅寶石啊，乜嘢都嗰啲輕型嗰啲啊，即係布袋啊，每人都拎一袋。咁嗰啲大嚿嗰啲咧攞唔走嗰啲啊冇計啦，但係嗰啲家私啊屏風啊嗰啲帶唔走嗰啲，佢打爛晒佢喎。咁同埋咧仲要燒咗添。咁因此真係蕩然無存。咁故此呢個喺呢幾廿年啊，圓明園咧雖然係火燒咗之後啊係有重建過嗰幾廿年之間，但係因為咧財力唔夠，咁所以亦都停止咗。咁冇計啦，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圓明園咧淨係值得廢墟一個。咁大家都可以喺呢個歷史個文獻中揾到佢哋即係由盛至衰嘅原因啦。咁由於呢個清廷腐敗亦都即係冇乜能力走去保護咁嗰啲地方咧，由於嗰啲軍火落後尤其是後來慈禧太后亦都將嗰啲軍費即係我哋係替換嗰啲軍火嘅咧，又係即係我哋裝修呢個圓明園，為自己慶祝大壽。咁因此咧，仲更加令到清廷進一步嘅衰落啦。因為甲午戰爭連日本咁細國家咧都可以打敗咗清廷嘅艦隊，個北洋艦隊即係證明因為佢哋係幾廿年都冇換過新嘅裝備。好啦，咁呢啲歷史嘅教訓咧值得大家去深思一下。如果身為一個強國、一個文明嘅古國就係因為佢哋咧就係冇呢個強國嘅軍備，咁俾人入侵，亦都無力抵抗。好啦，咁呢個咧就係值得我哋去深思嘅。呢個係重新裝飾，再將呢個圓明園嘅歷史亦都係咧亦都喺度設一個嗰啲紀念啲博物館同埋一個嗰啲叫做即係一啲叫做文物即係等人記翻起呢個歷史呢一段嘅。呢個新嘅圓明園咧重新開放就係有呢啲即係俾我哋睇下當時一啲中藥嘅藥材。因為佢家呢度咧就係以呢個中醫嗰啲背景就做係同埋呢個景點咧mix咗，咁睇下大家有冇興趣研究下呢啲中藥嘅歷史。
嗱，呢個就係嗰啲屏幕，係有關嗰啲中醫藥嘅介紹啊。咁又有呢啲個古方啦。呢度叫做將呢個中醫嘅歷史就比較詳細啲，即係嚟分門別類嗰啲中醫嘅名醫喺晉唐時期邊啲咧長安時期都出名啦。咁一路到宋元明清近代。咁大家都可以有個概括嘅、清晰啲嘅呢啲古醫書。多久都可以啊。呢度咧就係當年圓明園入邊嗰啲皇帝喺處批閱文卷嘅地方啦。呢啲咧就係當時都係俾人帶走晒嘅，只不過係再複製。或者要睇到啲真品咧，就係都要去外國法國或者英國啦，因為即係俾呢兩個強盜嘅國家攞走晒嗰啲珍貴嘅文物啦。中國嘅古代名醫包括咧有孫思邈張仲景華佗仲有宋朝嗰啲針灸嗰啲同仁咯，真係。咁大家咧即係嚟到呢個最新嘅重新建造嘅圓明園亦都認識多啲呢個中醫藥嘅即係知識。咁呢個李時珍明本草綱目。望聞問切啦，一個中醫嘅，咁大家都對中醫有多少認識，好啦，咁大家睇到呢度咧就告一段落。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呢個節目，不妨訂閱我呢個免費呢個頻道。揾出個鐘仔撳咗出嚟，就會陸續收到我不斷出嘅新片同埋新嘅介紹，同埋希望各位介紹俾親友分享、訂閱、點讚，俾個 like 啦，拜拜。